現時唔少公司都以誤導同威嚇等嘅不良手法硬銷消費者，不過消費者好多時候都投訴無門。有政黨就話喺09年開始，一共接獲360幾宗有關購買旅遊會籍嘅騙案求助，而涉及模特兒、纖體美容同埋配音娛樂公司等嘅招聘騙案求助，喺10年開始至今亦都接獲65宗，當中嘅金額由4500蚊去到20萬不等。好似許小姐早前喺一間美容公司買咗2萬幾蚊個服務，公司話會以信用卡分期扣錢，不過佢事後發現公司用佢嘅信用卡一次過碌咗2萬幾蚊。佢嘗試過報警，向消委會求助，甚至係到小額錢債審裁處同公司打官司，但都失敗。所以佢同意法改會提出引入集體訴訟機制。原來一個人要俾10幾萬，咁如果可以多幾個人去，亦都可以俾大家知道，俾個法官知道，我一間公司我一個可能係啫，咁第二個可能未必係但係如果情況係一樣嘅話，咁會唔會你哋會有一個反思，就諗係咪對方有啲手段呢？咁起碼都會明白，即係一來價錢上、金額上，我哋付出上少咗啦，而喺時間上，我哋亦都可以少咗。協助佢哋嘅政黨就建議集體訴訟可以由消費案件開始，再擴大去到唔同類型嘅案件。自己個別去打呢啲訴訟嗰個費用好貴啦，效益好低啦，同埋咧就係嗰個贏面亦都好低，即係比較低咁樣。咁咧就佢哋已經用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咧，都冇辦法去尋求到公義。如果你話係可以一齊去做嘅話咧，咁其實對啲受害人嚟講咧，係多咗一個方法同埋多咗一個渠道。佢哋又建議改善現行嘅禁止層壓式計劃條例，並將服務銷售納入商品說明條例，保障市民嘅權益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